也位系性别是金山。在2014年12月13日，背了一张台湾8年内时常不是出现过的雕。这种雕很多有人看过，它是北京话的白鹤，客话的拍台鹤。除了到金山街下，看见贵姓和流年往来时，就地佢很年长金院长出世，还mang台的雕，这种演技的雕，按照扮台式。照理讲，拍台鹤的繁殖地是伫俄罗斯的西伯利亚。人天时一到，长期安尼的扮台式，就会天然嘅热爱，让其他的族群强下南5000公里，为到中国广西的普隆府来过冬。结果半路唔知哪位所长，佢冇听到热爱，即刻冲走，故事就来到台湾金山。不过公园的好得，佢哋金山拄到一个好心的讲中人，唔但像冇叫佢走，为了佢天面唔敢泄露嘅，就按人食材机慢来行，去了去侵蚀。当然，罕见的雕日出现，下面就写来几千几万的人来看佢，来翕相。因为唔知冇热爱狗，也系台湾人对佢挺好，又唔是拄过反应嘅样板，完全唔知强人。本大家来看佢嘅人，傻坐在看到跳，翕到难，还不是为行动人嘅名标签来看人。佢新冠度唔知会奇怪么？因为当日就按到人，自己系碰顺，咔嚓翕冇听。虽然两只拍台鹤来到台湾，大家对佢当好，不过几只拍台鹤出圈的未来，就被人当笑。你系因为中国厂工三峡台北工厂留农业开发的关系，普隆府的面积渐来渐小，会拍台鹤过冬的蔬菜便越来越少，所以佢哋下船去就会彻底的掉，所以还咪看到佢，欣赏之外。新冠度长期的，佢到伫全世界就出没4000只，有些几下